来看这救人真正是咧抢时间，这是新竹县消防局有接到通报，讲有一个9个月的红婴仔呢是伫咧厝内底熊无喘气，而且这心脏嘛停起，救护人员赶紧去到现场抢救，2分钟过了，这婴仔有成功甲救回来，这嘛是消防局利用新买的器材第一个救成功的案例。准备哦，我们要翻起来哦，1、2、3。救护人员伫查某婴仔身躯顶装抢救设备，因为状况紧急，每一秒钟拢真重要。经过2分钟的抢救，9个月大婴仔恢复喘气，救护人员唔敢大意，赶紧用救护车把囡仔送病院。那帮他建立进阶的呼吸道，给予高浓度的氧气治疗。那在经过大概2分钟的急救后，那小孩子开始有了明显的自主呼吸。在到院前，消防局的队员很快的使用高阶的婴儿专用的呼吸器，还有急救的很好的急救措施，所以小朋友到了医院之后，很快恢复的心跳。消防局指出，新竹县平均2个月才发生一件婴仔乌开案件，上定看到的就是无气。即摆透过这个进阶喘气器材，会当直接互酸素送到肺部，达到好的通气效果。这个进阶呼吸道主要的帮助是协助我们把氧气可以直接很顺利的去给到肺部，因为如果没有用这个进阶呼吸道，可能会造成它的胃高压，胃高压会让胃部胀大，反而让我们的通气跟压胸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在婴幼儿心跳停止的事故里面，常常是因为窒息引起的，所以现场除了压胸 CPR 以外呢，那个口对口人工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救护人员嘛提醒家长，厝内若拄到婴仔熊无气，第一时间爱先做简单的 CPR 急救，安尼会当大大提升后续的急救效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